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台南的囡仔遐，就是这个所在啦。你有看过阮的节目无？有。啊，你敢知影来阮的节目爱创啥？耍游戏，耍游戏，摕奖品，摕奖品，坐椅啊！你平常时伫厝内无咧坐椅啊？是无？有，今仔日嘛有坐椅，你拢起来，啊，你今仔日就好好坐，啊，你咧？食便当，食便当。好，啊，毋过今仔日上场哦，就是要来耍游戏，讲台语，恁台语好无？好，好，等一下大声讲哦，将咱小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赵梦神，打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今仔遐也有队长，大家好。哦，看到恁真的有精神哦，我过拢好起来呀。啊，毋过我最近哦，我的良心敢若袂得过。因为智慧之神啊，伊前几工要招我去外口礼拜的时阵啊，去行行。因为我就想要困的，我就甲伊欺骗啊，讲我要继续顾这个神殿，我无法度去，我去甲伊讲一个白惨，我规个心情拢安尼闷闷不乐。我想要问小朋友，恁敢有讲过白菜的经验？有一届嘛，因为阮阿嬷有煮鱼仔汤，啊，结果因为放伤久无摕去冰箱内底，啊，有一点仔臭气。臭气。对，啊，阮爸爸就叫我甲阿嬷讲，就是爸爸已经甲鱼仔汤啉了。啊，用这种方式。因为惊阿嬷听着会伤心啊。安尼嘛是吼，阿妈想讲拢煮好啊，啊，这无啉。啊，这位。我有一届我的功课无写，我就甲阿母讲我有写好完。我吼有一道，因为我惊考试考坏会红骂，所以我毋知就讲我考了袂歹，安尼才袂红骂。到尾啊，结果阮阿母要摕遐签名的时阵，你考即个分数，我就红骂啊！哦，你红骂，你嘛惊着啊？伫阿母出去的时阵，我咧偷摕手机耍。啊，然后阮阿母转来的时阵，我就讲，哦，阿母你好啊，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哦。哦，啥物代志拢无发生，啊，毋过伊偷偷啊耍手机啊。安尼哦，即摆大汉绝对袂当去讲白菜啦。袂用诶。带着欢喜的心，才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安尼，台南的朋友。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天地树林队出发，欢迎。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，今仔日你毋是讲要摕宝藏的？来，咱做伙来到这。奇怪，来，咱看头前。小朋友，拄则无翕到伊的表情，伊的表情有够好笑。有影啊？拄则当然嘛有影。有去用惊着无？有啊，淡薄仔。淡薄啊，先讲啊啦。歹势，我伫咧新店哦，啊有淡薄仔无聊，我就做一寡共创治人的代志。哎，你是我创治的第一组哦。啊，请问一下，亲像头先我共恁创治嘛，啊，恁敢捌共人创治，还是去用创治过？要考试的时阵，我甲别人的考试单摕走。这就严重诶！哦，这代志毋是细条的，是大条的哦。啊，甲来伊找有无？有。啊，你搁来害伊啊，就对啊。啊，希望无甲恁惊着，因为恁今仔日好好啊讲台语，听起来是每一个拢真强啊。哦，安尼题目啊出较困难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尽量啦。好，来准备接招，听来个。
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着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我咧看起来啊，还未开始你就开始流汗是安怎？是紧张还是有去当着？当着有当着啊？紧张。无有人是紧张。啊，借问一下，啊，恁敢有逐工洗身躯？有哦。恁若洗身躯拢是先洗身躯，还是先洗头，还是先洗倒位？先洗头，先洗头，其实哦，医生有建议啦，建议讲咱厝内面若是有长辈啊、公阿嬷，是先洗身躯较好，较来洗头。因为你若是一个啊，就甲烧水呛个头的，伊个烧冷的变化伤大，忽然间一个伤刺激，可能会造成一寡较无好的危险。安尼了解？了解。所以当建议长辈先洗身躯，较洗头较好。啊，咱就无要紧，咱就做伙洗。天天做伙洗。好啦，安尼要开始啊，正式开始啊，加油，尽量甲升起来，尽量讲。现在甲，好来。开始啊！过头。头前，莫紧莫紧。啊，搁无接着。较头前，小头前啊！看较准的哦。啊有。豆仔，对。指纹，嘿，正好，指纹。喂，有哦。双手，对，双手，你看起来是双手。无讲。嘿，毛梗。哦，你用一支手这是呢。目头，目头对啦。嘴型，唔对，来给你甲你讲。这位有哦。阿妈滚。嘿，对，阿妈滚，颔滚。你也较底较神哦。就，袂晓。莫紧。有啊。鼻目喙，鼻目喙，无唔对哦。来，卡刀。骹刀，真好。哎呦，佫跳出来。台湾字用骹目，水啦，因骹目。大头毛，大头儿。好。我会好好表现。有啊。下海，嘿，真好，下海。加油哦！以后信落着才有讲的机会。好，来 pass。人生歌，牛巴肚，嘿，真好哦。卡尾，玲，卡尾。过来一个，我把是进来，上一位啊。哇，这困难哦。咱做伙来复习一下啦，吼。这去顶管这啥？起花，起花就是咱牙龈哦。好，第六篇咱做伙念一下，这是啥？喙齿。你看，你去看的时阵，你会看 TSH，伊是吃，啊 TS 是滋，你就加做念安怎？喙齿，再念一解，喙齿，好，真好，咱搁看卖下者。哦，安怎念？健康，无正手，正手，来后一个，安怎念？正。各下康，做伙念一解。各下康。哦，这个所在咱较少咧讲。较少影。较少影哦。好，咱来看卖恁拢总得到几题？拢总得到1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是哦，安尼后一关要来啊。好。流汗哦。好啦，
你既然流汗，咱就互你坐，好，换一个关卡哈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刷位，轮到谁就爱来回答。第一节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多就金箍箍通体。第二节换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卖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你会之前我要甲你讲一下，嘿，听讲阮的队员除了台语足好以外是，因的国小是历史足久的，哦，我影嘛哦，足水的哦。真久的历史哦，啊是偌久啊？ 124档，哇，有啊，真正有久诶。有久的，诶，安尼恁敢有通甲阮介绍，通去倒位佚佗？车坎楼车坎楼内底有9只牛，其中有一只伫嘿，船顶面跋落去水内底，所以有一只是假的。啊，一只是假的。佫有即种代志哦？嘿，这是一个故事哦，嘿，啊，现种啊，很种。我上亲的古迹就是孔庙，因为孔庙是全台湾第一座学校。哦，是，哦，迄考试拢要拜孔庙。对，爱拜。感谢恁的介绍，啊，我一定找时间搁去台南行行。好，好，啊，即摆要来甲恁考验啊，吼，听清楚题目，我都袂请讲出有老也是人即个字的词。现在甲老人，白人，白人，哦对，老，老花啊，对，人，欧人，我讲老，老人，老人，有对，老，老人医，老人医哦，老人医，老人对院啊，人，人可以对，水，老老扣啊，人，歹人，歹人好，歹人，人头，人头好，老师，老师好，老花啊，老伙仔，老花啊，讲过啊，你若是老人，无讲老花啊。好人，好人，人这济，这是人这边是老人客，人讲过啊，老叫有这歹讲，老你有想到啥？超大人，讨海人，就是人，老够啥？臭老啊，臭臭老，老，你确定你要比我？我唔是臭老算了，食老，食老，我老真正是哇，有较少啦。无济，啊，毋过恁毋知着几题哈， ，11题无金箍箍，连半个拢无，安尼差一题款。你看，你若加想一个人来老就有啊。好啦，我紧来教我。好，换恁啦。第一步就是请恁讲出实在的词，啊，无就是美食。实在就是啥物青菜啊、果子啊，这拢会用的。啊，美食就是食的吼。准备好啊！现在个实在。豆腐。好。美食。刮擦板，刮擦板，哦，刮擦板，好。实在豆啊。实在。长啊。美食。豆花。好。实在。食来看足济咧。食即个水果菜刀啊，会菜是豆啊。实在。姜。好。实在。肉。美食。牛肉汤。美食。台南好料。牛肉面。哦。实在。蒜头。实在。羊肉。是。哦。
讲袂煞啊？实在，葱啊，蒜头姜，讲起啊。时间要到，实在，讲啥？葱仔猪。葱仔猪，拄则有讲葱仔呢。伊拄则讲葱仔，你讲葱仔葱仔猪较油啊。拢共款啊。好啦好啦，够啥？实在够啥？水果嘛是茯苓糕哦，炼乳，茯苓糕。美食，美食就讲台南的。对，我头先有咧想台啊，你看碗粿啊，我一定爱吃。挂包啊，土腿鸡啊，麦克讲最要的。你拢无问我美食。我问较难呢。安尼即马，恁食到一个，赢我一关，所以恁通啊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来哦，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将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各位小朋友，咱台语的用字啊，真正是足奇妙的，就像像华语内面的我们，我们有啊，通安怎讲？阮阮，甲啥？咱嘿，阮甲咱。阮甲咱，恁敢知影安怎分别？我知，我安怎讲？阮吼啊，假使讲，阮两个要去佚佗，我要招伊，我会讲，咱做伙来去佚佗敢好？我袂使讲，阮做伙来去佚佗敢好？所以，阮是无伊，咱是大家。嘿，真好，拍一下出来。真好解说，哦，你安尼解说了真好呢。啊，若是咱用咱甲阮做伙来造句，恁要试看卖无？阮要去食饭，咱做伙去好无？哦，安尼就对啊。好，安尼拢会晓啊。就一关就是爱甲因赶转去，啊，再来造句，好无？看到你再来造句，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好来哦，加油哦！现在噶！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开始！手啊较大，手啊较大，安尼较远。毋是一届赶两只啦。无，草皮啊！加，开起啦！啊，有啊！啊，两个小朋友来吃。来，吃。下个。对。来，吃。下个。今仔日上课，我炸锅仔甲圆珠笔。对。好，来，后一个。等一行。跳，来，啊，这较大了咧，啊，等下较优秀。大来，卖急吼。较起来。叶头。一个人。哇！小朋友来吃。来。等。你今仔日会当出去耍无？哦，安尼哦，对。来，另外一只，高啊！哎，时间搁足细呢。卖看这嘛时间济哦，你去迄个引导就无好味。这高啊有较困难。加油！加油啊！也先酷暑。你若做歹代志，会互可能会互警察抓去哦。是啊。这只，这只假的哦。叫个性的哦。加油！这还要大嘿。时间剩20秒哦。来。我哪食的盐水，哪耍电脑用骨气。水啊，对。哇，厉害！时间啊，剩3秒尔，啊，咱所有小朋友拢出来。来。第一个题目是鼓仔甲圆珠笔。哦，头先做了就真好嘛。建伟，我今仔日去学校用鼓仔甲圆珠笔，对不对？敢有其他讲法？家是要讲无？要阮去买鼓仔甲圆珠笔。哦，安尼嘛会使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讲法啦，毋是以我为主，老师请阮去买。好，咱看卖后一题，会当。
这个条件，我可能爱受看卖，才会当接受。啊，条件。爱受看卖，我才会当接受。来看卖第三个，那安怎可能？那你要安尼做，有可能会造成无法度挽回的结局。无法度挽回呢。你是毋是8点钟看伤济？你若是要安尼做，你好，快点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更干净，看你，你嘛是要安尼做，就可能造成无法度挽回的结局。这厉害！我就爱你这款的。袂歹袂歹。然后第四个题目是骨气甲盐水。这两个要斗做伙讲，还有啥物红？应该还有足少的。啥物吧？有你讲。我用骨气去点着盐水的相片。哦，赞哦我用骨气看到盐水的相片，我就想要吐。哎对，想要食，真好，这讲了就好做诶。真清楚，拢有画面啊。好，咱来看卖，你钓到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安尼看起来是2届的机会，敢摕到宝藏的，唔知影，险来甲。2届的机会，2届，咱起头叫我惊到，即摆佫叫我惊到，我老师嘛惊到，老师我惊到，你笑甲足大声咧。 2届的机会，敢会着咧？会啦，会啦。诶，啊，恁讨论好啊未？啊袂，就好好无？就好好无？好，好。 两届机会就好，规定有2届嘛，恁先困去，轻轻轻啊轻。啊哦。敢有可能伫咧照好的动物顶悬呢？请起来。就好。啊。无呢？开始。开始。无紧啊，无紧。哎，还有一届机会，换声机。拉力当尾刷牛，搁一届啦，嘛是有当机会啊。尾刷牛。哪里？你干哪里吼？还是要当哪里无尾刷牛？好啊？等尾好，等尾刷你。当尾刷牛。确定是等我刷牛。快点！请起来。慢叫。哇！这条是趣味豆鱼，这个是新的。小朋友，你每一个人嘛有？这是恁赞食，哦恁食。这嘛是算一种倒伊，嘿，倒鱼哦。对。安怎依靠算啊？你这哦，抽这个任务卡，比如讲哦，要跳去3楼，伊这恁食哦，就当咧跳起哩。哦。伊就是爱入去城堡内底偷摕宝物。我今日安尼参悟落来有好算无？有。有啊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哇！